食完呢間餐廳，我會形容係反攻深圳，10蚊一隻法國生蠔，仲要咁大隻又肥喎。今日同大家嚟到大坑一間上樓嘅西餐，佢有一個位置係半戶外嘅，坐得非常舒服，酒類選擇都好多。呢碟生蠔每一台都必點。就要食生蠔，因為我對食生蠔要求都幾高。唔新鮮，唔好味，絕對唔會介紹。我一定要自己試過先會介紹俾大家。10蚊嘅法國生蠔真係喺邊度揾？所以一定要訂台，因為非常爆滿。呢個都仲係頭盤嘅原塊黑松露嘅 pizza。大部分所謂嗰種黑松露呢，其實就係落咗啲黑松露油，而黑松露油係假嘢嚟嘅，係合成。呢度就係原片黑松露。另外一個頭盤蟹肉餅焗到非常香，仲點咗呢個塔塔吞拿魚配西瓜。我哋要咗一個乳豬，佢同傳統嘅有啲唔同，上面落得啲紫鹽粉，所以好香。再嚟就係呢個煙燻春雞，打開個盒就已經好香，蘋果木同薰衣草嘅味，仲落咗好多黑松露去增加味道。我哋仲點咗牛扒、意粉，各式各樣都做得好出色。食完呢間餐廳，我會形容係反攻深圳，5·1嚟香港玩，上去幫襯下，識下。